来未来未，OK，再看我 YouTube 嘅 feed，按照個 audio 哈，喂 OK。係啊，又未結佢話，係啊，各位聽眾，我真係歡迎我到等嚟收聽邊嚟學見嘅節目。這禮拜咧，我看只特別我人嘅Google 啊，唔是 Google，叫咩啊 ？YouTube 嗰邊，唔即係叫 Hangout，Google Hangout 嗰邊，少我看看，喂，特別嘅邊Clubhouse 唔是嚇，我講咩？Google Meet。有路睇啦。少我係最 stream 嘅 slow。等我看注意看看，แล้ว剛才我就介紹我嗱正特別嘅變成是阿韓嗰邊到啲位，阿韓嗰邊到啲位變嘅會，即係禮拜咧我能偷偷你 clubhouse 人係我冇開，即係偷偷飛開，人家講到啦，人家講到了，人哋人家講買嚟嘛，佢到底係咪？我咪嚟啊咯，嚟啊咯，啊啦，誒咯，你咪是成功啊咯，你咪是聽，人家攞到你 system 嘛，阿玲。啊？你冇到你 system 嘛？我冇，因為下冇到。要飲埋冷字，要飲埋冷字，係咪買冷字？直接講嘅你事，直接講買冷字嘛？哎呦，先啊，這是，所以叫你問你所以係咩？這是 clubhouse 本地 clubhouse 人呐，正話讓 camera 看到特別咱無接，讓大邊嚟，讓佢哋到底邊打。哎呦是，哎呦喂，這 stream 佢有問題，就是講我未到邊 stream 了 ，OK，等我記得對OK，這邊這禮拜我咪講咩話題，這禮拜我咪講斷會，很嘢，喂，這 stream 個問題是住嚟這是葡萄牙嚟葡萄牙，แล้ว我 stream 我驚我 stream 會爆炸呢，而且 your YouTube is not having enough video to maintain smooth streaming，哇 shit。哎呀，OK，就是咁樣啦。OK，我會看看喂，得介紹咧特別嘉賓嘅啦，成咧特別嘉賓時裝，特別嘉賓這個禮拜，因為是我嘅 slow I feel OK，這個禮拜是豆嘅歡迎。馬來西亞 Hello， 大家好。老椒豆嘅，แล้วก็拜清歡迎。Hello，大家好。豆嘅好啊！這屬於咩豆嘅？唔是豆嘅。我係咩豆嘅好？哎呦，死話 computer 梗係 slow 咧，我梗係驚啊！一陣會爆炸了，我係唔記得了。個係咩物件？使撳 Active Skype with me。等我 check 下，แล้วก็有咗老椒我地度啦，歡迎我地度。Hi，大家好。แล้วก็อาหารเนาะ冇法度，我接套 game 嘅人冇法度咧嚟整，你話 clubhouse 冇開。然後你會看見頭聽，佢樣到底係咪自己做，自己 program 啊，自己做嘢。你的愛八卦了。有八卦。anh chắc唔叫 active Skype with me 冇上嘅之類 Clubhouse。這定開有。阿嘅配，bukan kami ya, bukan gulai ayam punya gulai ayam. yang tak le tak simbun。不是万塔香港小姐哦，哎，阿龍來咯，塔香港小姐，我可以。真係香港小姐。OK， 嚟，我實啦，我就先講成then 我不過等陣講到啲，等下就會介紹阿韓講啦。OK， 阿玲，歡迎阿玲，日本。歡迎，有聲講好了，好啊未？冇喎。誒，你是聲？你換你 system 咩？哦，我未過嚇。你到底 Google Hangout 會本地話嗎？
哦，應該是嗬，sorry 啊。แล้ว當今嘅 system 就係 because of Clubhouse 就做啦，正講一集咧就諗佢隻佢用 Clubhouse 入邊兩塊嚟冇嚟แล้วก็有就係嗰啲這是裝嘅 S 是裝嘅葡萄乾，呢是葡萄乾是上面是葡萄乾還是華特斯啊？我唔記得，I think 葡萄乾啦，葡萄乾，但葡萄乾冇聲。Hello，歡迎。我話了解下點樣做一個咧。OK，四字，แล้วOK，這個禮拜網絡被講蹲會可能就人是教專門是買物件，直接來蹲嘅來燒掉嘅。แล้ว看落係咪物件被講，這禮拜嚟咧就人一邊，特別嘅邊就人是教蹲會。是話。哦，人家冇噶。愛看下面會哦。看攏買物件是特別買一隻物件，是攏用時物件買來燒嘅，攏無想講買有用啊，就夠啊，是無夠啊，個開始買嘅可能。有嘅多數是把架糊咯。哦，所以你蹲會有蹲把架糊啦，你無人特自己搬山嚟買菜嚇呐。冇啦。即係我經常有個人講喎，就是 Crush Glory，Hello，Line lag 哦，對，唔使講個 lag，我成個是個 lag 嘅喎。我喺邊冇要教我講冇話問題啫 ，it is not receiving me enough 係咪個頭？播我係 connection 係咪數下？我冇明白咧，我 setting 唔是想啊，大擺。是可能別啦，反正有時講一 line 條 lag 是可能隔了就會過去個 house。OK 啊，冇問題啊。等陣我看OK，唔緊，我 continue 看，不要講我錄音掉起來，然後就是 OK，主要讀了這個拜清你蹲回人哦。係啦，啲 COVID season 有蹲咯，因為無安尼上出去啊嘛。哦。所以有 plan 係你 food 嘅物件，本有 plan 有好啊蹲 for 一禮拜安尼咯。特別你蹲會是蹲食物件啦。你出來用嘅物件像 toilet paper 你三盆水啊，安尼物件有。人愛蹲 toilet paper 嘅。係咪 logic 係講蹲 toilet paper？ 我真是無蹲誒，特別看人買個呢，梗係驚係到時有人特別要用嘅時買無是啊，做好慘。咁咪用水啦。用水咯嚇，用水咯。用水啊，有免切打。用面婆。用我唔敢喎，特記到我個唔敢嘢嚟切下水喎。是了，我是因為我出來有別啲嘛。所以我本就成個無講條去煩惱講人買部即個就文抓嚇，แล้ว是安怎只驚人就，因為我是完全無加完全是根本無嘅就無通買，加了就只伊 stop 根本無會啊，唔是講買係買只隻呢，根本無會。只有先 start 嘅是。係講係咪 logic 啊？你講。未蹲辦這隻文咗。我講冇 production 咯，有時 factory 卡嘛，冇 production 有時未 produce 就文咗咯，แล้ว用水切，是就是咱 Asian 人有呢 mindset 啦，แล้ว即個阿嬤嗬，外國即個西方人冇呢 concept 嘛，有時切呢。無咱嚟講有嘢無法咧是嘛是 ，still 都愛用，小愛用水，都愛 improvise 嘛。是啊，就是人無咯，就是驚一頭。แล้ว就是人有蹲就慢咗嚇，你就是人有蹲掉。我其實我 before pandemic 我就蹲嘅，我就蹲會嘅 before pandemic。我買到呢件事多數是蹲挪寬咯。挪寬係咪？挪寬就問咗。挪 package。挪 package 咯，所以入啦。
哦，我咪使用錢，然後入時間嘅時使用 for 你冇講字本啦，啊錢你揾定到冷冇時，我係叫等到我買去 shopping 咪是俾一個係咪啊？一個包我都多出嚟啲有啊。no package 就冇咪嘛，冇講就我先係。蹲啦，no package。係嘛？入時入，我俾入時入，我俾 Costco 呀，Costco 嘅大真正大 ，Costco 實正。我邊下安尼大嘅啊，邊下人看？冇看到呢個相。安尼看啦。John Lewis camera 唔知是看了係咪？誒，等你看到喂，I think 那個到底喂之類個，哦，喂 phone 嚟的，等陣話哇，飛機哇喂，但我飛機。伊人啲妹，你去倒落 John。你咪講我嘅頭隻 topic 冇到邊做咯，講。我知啊，呢度係係咪嘅？我知，你仲做乜錢嚟？阿爹就係 listener 呀樣。啊，你今日去 YouTube 會看啦。我見面人講就。啊，看到啦，看到啦。OK，แล้ว我係成日大即係就問咗安尼看，安尼講。幾粒？哇，幾粒嘅？真濟啊！我唔知是36粒還是唔知啊，怪濟本啊，怪濟。哇，咪一捆就已經阿舊啊咯，等我看能講咩？嚇，等走過嚟。你看安尼大就一直笑。嚟。試一做咩啊？除掉了誒。除咗未？不過我俾個人講，特別嘅邊度是攞咪看下，你使去 youtube.com/ 邊度學見 podcast 嚟看，你當佢頭隻代表我咪頭隻咩咋？我未記佢咪，但我未記佢咪，講佢聽講。未記佢咪。氹大招啊，混㗎了。誒，你做我不要見到做 moderator 嘛 ？OK，然後我係 moderator 啦。แล้ว我講那是攞咪看下，你使去 youtube.com/ 邊度學見 podcast 嚟看。then 冇啦，樣接嚟正嘅就賣款，樣是賣款，了，就是賣款那個就會人做工嘅。啊，故意搭飛是揾個端嚟這邊 ，OK？拜。情初性都舊地情初性嘛，at least 我能把都除嘛，我真係傻閪咁燈啊！但我唔是同你講啊 ，before I start 時。周期啊，我嚇係咪數？我個 white line 咪好笑啊 ，white line。OK，得定。等陣我看，等我看啫。誒，我攞啲看下 YouTube 嚇，你話 restream YouTube 咯。嗱，我把都咪 restream 掉海人啊！哎呀，免啦，我直頭老到永啦。啊，等陣我講個道路去啊，我講個就問咗就大，蹲回蹲就問咗嘛，所以就問咗攞我未記幾粒，我就去算看，I think 就一粒誒，就兩到正比個人 Costco 誒。誒冇誒，我係真大喎，有你30粒嘅一粒。啊，我係真大粒誒喎。咦 ，Costco 誒，I think 有30粒還是36粒？對，咁我這邊買一包本是30粒嘅。嚇！哇，使用冰菇啊，man！加咩？使用冰菇。冰菇上面。我一個月只用1粒呢，就，係啦，我係出有60粒嗰陣。都係使用錢呢個機咯，要30粒，咩錢呢個嘅？一個月只用1粒，就60粒是5年嗰陣。係啦，攞去 office 幫曬咪用咯。啊，對咯，我是5年免用東西抓嘅咯，唔免講，我是用12年。用備料唔是咩？用備料唔是免用備料。免杯咩？如果免杯咯，世界脆咯。我是其實你知道我是買唔掉嘅，我是買一包，係啦，我第日講啲啲多咧，我唔知我一頭何類去。哦，但我往時講咩咋？但我往時講兩到啲但我講到斷去咪是講到係你入民咗咯 pandemic 嘅事，就人去俾入民咗嚟斷。即係冇人俾就咪咗咯，特別人俾就係你沙甸，你斷啊，係你滾頭。啊，你咪是有道理。嚇！
按照點去嘅紅飲，特別有真濟人哦，有影暑假燉醬板抓嘅喎。我他們燉醬板抓係使起來講嘅哦。我未 start 嘅時候，第一人啊，若是攏起來就是條錄音嚇，同人講，我未 start pandemic 時，我就落來都冇時燉醬板抓嘅。我嘅 garage 後 always 有燒掉一粒啦。我若是無迄個 big giant bag 啊，若是我無迄個 giant bag 啊，講下我就去咧。所以我 garage always 有拍到有30幾捆嘅。特別即個物件，我無時間頓時因為，特別我無時間頓時因為伊會攝掉迄個冷嘅水咧啊，伊會淡記嘅，我無時間你講咯。攝住冷嘅水咩？若是講你開咧，抓落開掉嘅話啦。因為我是係啲我 garage 是啲我在間隔壁嘅，所以伊會淡。韓國是會，韓國是會。我講下做咩事我斷會，因為我冇暑假，我真係冇暑假出去買 shopping 咁樣，我就見 shopping 嘅，所以我去 shopping 咧，我就是買上嘅物件，但幾日禮拜買一打物件咧，我一頭買真正濟，所以我免想到講我係無嘅咋，我就斷個濟去，我就免講，哎喲。無咁慢抓，我真係無時間你感覺，就是講去到要用時死啊無了，一隻驚就種感覺死啊無物件啦。所以我有用嘅物件，常用嘅物件，我較就是蹲起來就濟，我就是想 stock room 就啲我樓卡是第一位 extra 去嘅。澳洲中加路上。伊無暑假大節去 shopping 嘅，我講 it's just a bus ride away in mind。伊甘願嚇叫一季節叫一個羅哩一擺呢。所以我本上我甘願一刀做只幾句了是咪？像嗰咩shampoo啊，係咪物件？這種物件係你常常就會用嘅啊。我感覺就真了點少，那是講你個就點出去買，愛就點出去買。有啲物件應該多啲話啦。online 買就會咧嘛，唔是？就是咯 online 買。online 買會貴啦，貴較貴咯，你 online 買有當時無，但是因為伊 delivery 有可能貴。對，所以我哋好似上一個所在買個了去嘅。冇，但係所以你都係經，譬如講你就講隻 shampoo 45塊一罐嘅，你就講 offer 第一半嘢是去到8塊40罐，所以我哋8塊40罐時，對面伊 shampoo 8塊40罐時，對面上稍買掉一路。哦，你知道？我是買第一片嘅，擼大應該係一路啊，是啦。對，所以我買第一片嘅時咯，第一片我就買一隻咯，買少咯。我就我係迄個 organic cotton cotton pad，係嘅外邊 cotton pad，我係買2鴨，就是講14鴨，一鴨入邊有100條，我買14鴨燒。哇！因為一時半機加半機。比我同買隻半機10%，所以買嘛對哦，個 free shipping。我本時你看咯，我是看，我是看那是我 because clubhouse 你叫咩啊？Costco 裏面伊成有大幾隻有 coupon 啊嘛，伊 coupon 那是講伊有扣幾塊來講下，我就買咯。所以那是講我出來個有一大箱嘅醬板抓下，然後伊有 coupon 嘅時候，我個買。所以我冇是直蹲，你可能一隻半機時我就買半機時就買咯。然後那是講你有隻 extra 來講下，你免結嘛？如果是結那是冇來講，你冇插伊幾錢就關落嘅，你咪就買啊嘛。然後那是講你蹲隻字來講，你看到半機時個買，看到半機時個買，咪免desperate 咯。我除了蹲這個蹲食一物件，蹲食嘅嘢。譬如講，我就講我一年入邊我係食10包嘅organic cereal 一年啦。然後我就等我係organic 嘅店有 special discount，或是有 member birthday month discount 時要 store weight 20%，普通 maybe 5%。所以我就等你 birthday month 20% store weight 時，我就大買，我買一年嘅份嘅物件咯。買一年嘅燉咯，一年嘅鹽啦，一年嘅白啦，一年嘅米粉啦，一年嘅米啦，買一年嘅物件對啊，買開幾年去咯，因為別歹單行。別歹嘅物件是會啦，會歹嘅年要 shop 單行就袂咯。
都俾古靈話，你古靈啊真係。但你古靈都俾啦，古靈俾。古靈俾攞啲，俾攞啲嘅。佢識嘅做其實做咩啊？做爭嘴。會俾啊，當一年誒好食咩？未先鋪。就應該係 freezer 嘅了。你喂米粉啊，做雞啊，做落地粉嘅了。你咪俾錢得大嚟 freezer 嘅誒。freezer 到嗰隻大嚟一個誒。要3粒程度。啊 ，maybe。一杯係用係你間啊 freezer 呢？แล้วแต่我見到條 birthday man 哦，我哋就頭大啦，一開就係女，係咪屬於 birthday man 時哦，開始成個女俾哦，有 discount。skincare brand 有 special birthday man discount，所以一刀唔是講一刀一年一刀俾一年嘅款咯咋，比如講我係 essence 啊，俾一年嘅款啊，我係 serum 啦，我係咩俾一年嘅款就對啦。好啦，當我感覺到嗬，即係做晒伊俾一年款嘅物件，當中是真正阿打嘅物件嚟哦。你做下 OK， organic 嘅 cotton pad 啦 ，organic 嘅 B 啦 ，organic 嘅唔知咩碗啦，係啦，等陣佢接過嚟。呢隻冇，呢隻嚿 essence 啦，呢隻嚿歌線，隻嚿歌線。依個是你好物件嚟，用啲成菇嘅物件嚟，做個係好good嘅物件。愛家己嘛是好事，是啦，是。譬如講，係咪所喺打邊嘅這裡個項物件是，譬如講人 birthday man 去白身俾白對俾物件，白對 birthday man 嚟講要學攞 extra voucher 咯，所以你去嘅 special day extra voucher 是，譬如講你俾100塊學攞10塊 voucher，一個 store wide voucher 8個塊學攞10塊，所以譬如講你俾3000塊嚟講，你度落隻 voucher 咧，加隻 voucher 啦，佢8塊 voucher，個8塊 voucher 啦，所以是得嚟。แล้วก็第二項安怎係邊嘅這物件咧？手櫃邊嘅這裡，因為較濟你俾要 minimum budget of 譬如講2000，以後你有係你 exercise 嘅你 gift，แล้ว俾4000，以後你 exercise gift，如果俾6000嚟講，哇，你嗰個這物件，所以你順起嚟講我，預期你一年一季俾你打俾6000，แล้ว你 get 到物件嗰個咯，你 get 到係你 gift 嗰個得咯 ，get 到 voucher 嗰個這。你厝會使做 museum 啊？確講唔係 museum 啦。查特巴，個潮飛潮嘅嗬，係阿打死查特巴。你我把打死一齊，唔加用時去 Jeffrey 嘅位嘅。冇物件用時。全部係去 Jeffrey 位嘅。我係除落單嚟講是未有事啦。係咯，朗數有，人覺得係佢隨意咯，呢時比較人夾頭網嘅咯。แล้ว喂body shampoo 呢，通常呢我講成日背嚟講，我較濟是病角俾端嚟，我係用病角嘅 body shampoo 嘅，因為做咩事啊？病角 shampoo 係咩嘢好？哦，因為有一隻係 Man Series 嘅 body shampoo 冇，不是冷靜有嘅 brand，但係冷靜冇出嚟，係 special for 病角嘅 edition 嘅。哦，冇睇 online 俾咩？世界都用咧，so good 都冇紙啊，係咪紙啊？係 brand 啊。有 special men's edition 啊 ，sports edition 啊，係咧冇貴嘅，但一時就胖咯，因為冷靜冇嘛。แล้ว我哋一手櫃俾 refill pack，唔是俾10包啦、6包肯俾咯。喲，你這個俾隻 AIH 咧，就你拿嘅哪隻？係俾30路啦，俾隻 AIH 咧。你俾掉，咱其實聽到時上個你係咪咱去外國去一行對嚟啊，俾唔驚是會驚講 custom tax 都俾入面可能。古仔係驚誒。你計講我自己用嘅啦，用6個節物件 OK，within 6個節啦，以後都俾。哦。成個我去墨爾本咪上，墨爾本嚟講個件人貴你係你係 luggage 貴。墨爾本俾咩啊？墨爾本俾supplement啊，係你 supplement，係你澳洲 brand 嘅咧啊。真正片啊！我個邊嘅 member Red Earth 啦，係你 member 佢而家邊個片咗？喲。每個做 member 都係個。這個是小嘅就知道。這個喏，是咯，這個 shopping 是小嘅就知道。你諗睇一波嘅就伊 shopping spree 係 Miss Warehouse 啊！伊覺得買半年，伊最低限度得少就半年個一年。我啲時候咧，因為我有時陣時一嚟韓國出，我係想話死啊！佢貴嘅落去俾佢啦，其實。攞介夾 paper bag 啊，夾 shopping bag 啊。你知個一直到每個阿龍啊，你話車冇，而且隨頂餅，隨頂羅尼，冇阿龍，你地址係咩啊？好，地址就我叫一店人send 佢你出嚟啊。
阿龍嘅出爆炸，我看無路是會使咗，媽就我就幫工就對出呢幾擺咧，規你每個都摸咯，連機邊出嘅。就使啊，你做 personal shopper。我使做 personal shopper 本條。冇嚟講出你啦，但人啦，愛買物件夾來我做暫時少咧，我是 OK 嘅，特別 Jeffrey 咧，我特別想者啊。request 阿龍咧，大概超我者，都大概都我看你 list 就成。有時是買成個，我買啊一條 T-shirt 啊，是我買下攞罐係咪物件無，之後一來開嘅時候一直 ballot 夾來你出蹲。你俾講啲啦，你講真都就聽呢位詞嘅時候，啊，這是這裡是做咩事嘅哈？生回來啊，我係到路呀，啊，嗰陣時路嘅。而家六百元包我有一 benefit 咧，嗰隻下物件六百元包嚟講，譬如講我係 skin care brand，你做隻管理 VIP level，because 你手邊嘅借嘛。我嘛知，但係問題是你 destination 特別有眼嘅款嘅所在，你去短係你回路咋？我嘛就講俾借辦機。你就係講你一年用落借嘛，所以你阿價你一年量係你分量就夠咯。未有，我係變線嘅咋，我買一年一個月後咧，我感覺就講我實會用 try 行事嘅物件事啊。有見你嘛，你係朋友嘛，你俾你朋友啦，嚟講即係好用嘅，好似好用。你俾件俾朋友，梗係會呢？哇！梗係隨便咗嚟俾。Jeffrey， 梗係計間咯。Jeffrey，你太難了。一撇滑咧，一撇滑。我試下一個 paragraph 嘅字啊嘛，然後我 follow 嘅แล้ว哦，做隻就準備嚇。啊，做隻殺到嗰啲就係俾啦。有你 email list 嘛，email 出見下對俾啊。誒，人嘅即係YouTube 合併咗，即係人咩做準兵喎，咩啊？我講兵準嘅準就兵啦，一制到 Jeffrey 會就兵嘅。啊，都話俾嘢。誒冇，你我講，我未講你那時講，你後面物件成日講別人啦，對了 Jeffrey 啦，就係這是敦會大昂嚇，別人個你敦係咩會平常時，成日你冇係一種嘅感覺，成日話你講，那是被用了常用嘅物件，手機膏啊，手機邊啊。浸文抓啊！安尼看物件攏無成日講，喲，真麻煩，佢就去買呢無咩？攏掂去掂嘅人，maybe 無安尼感覺是毋是？因為我逐禮拜本就要去買菜，買肉。就是安尼看無相，你特登出去掂哈。我就買去，我無買，我就買我囤回本好，特別我逐禮拜本就買去收啊，我就要買菜、買肉、買卵、買牛奶蝦物件，食物件。所以我做咩愛囤這個咧？我嘛逐禮拜去買了。unless 講上家 Jeffrey 講真正便宜，然後我買件兩行可來收了咯。我本無數教我厝濟嘢本啦，我買囤上濟，就是頂買有囤過 at the end expire 點。我係別我真係心痛啊！我真係心痛。expire 物件咯，我甲囤嘅，食物件無囤。但你白本真正大，我愛放得咯。我上拜囤係咪就囤係你 Bath and Body Works 嘅 hand wash，因為一 hand wash 一罐是15塊嘅，因為一年你後打攞打嘅少，你一路嘅15塊一罐，嗰15塊一罐是買俾嘛掉，你話俾一攞攞嚟燒咯，你就咁嚟用嘅未派啊嘛，一攞攞就15塊一罐。對，15塊一罐嘛，你俾鋪15塊喎。生類，我有用咯，係你囤係你有用嘅物件，你有用嘅物件就正得咯。我知，我係俾有用嘅。Jeffrey，你Bath and Body Works有 sale 照啊？你搞笑 ，sorry。Christmas 啊 ，Christmas 係都有啊嘛。Bath and Body Works 有 sale 照啊？係，Christmas 啊，呢時就個好貴大燒，然後 Christmas 嘅 sale 個本嚟是。以前係貴啦 ，Christmas 就是少啦。然後我有用嘅嘛，真係。有，我真係未打閒我未囤啦嘛，我嚟講，我睇比較便宜 ，OK 嗎？我是真正未打閒，我會記，人哋聽到嘅是我有本成日看買直接買，一直想到就是哎呀。無就萬抓啦，佢就出去買特別寫起來，然後佢俾到底 make 個 extra trip 去買就萬抓呢。所以我係去後，我到底 Costco 是看到那大包後，我就頭買啊，所以我係 garage 位後，那是有春，那是我開起來用係一大箱後，我就買啊，
所以我就 break into 啲新嘅 garage always 有一大箱是無開嘅。even though 你開起來本是用貴淡薄嘅啦，特別我就貼開，我就貴買先嘅。並較少呢，我較就是看coupon那是定coupon那是有嚟講，我就買咗咯。然後較就是嗰另外這是咩paper towel kitchen towel 啊。就我俾美國咯，攞到 US 啦嚇，有影上架你，你都我有時啦到我看到個你就係叫 coupon 係咪啊？coupon warrior 就咪 coupon 咩？我真係咁啦，直加燒你 coupon 咧是，你去 supermarket 然後直燒嘅啦。有影攞去俾我嚟看你 sale 嘅。係小個咧是樣，是講你特別真正你特別真 vigilant 咯，你特別去加，你所以只人 spend 只點先是嘅嚟，隨意 coupon 加 coupon 那按照 combination 啊，俾下面參下面。有人呢，特別樣叫做咩啊？你 coupon 有人只小呢，可能伊是 coupon clipper 啊，แล้วยัง有賣啊，這邊有賣成啊，這個。album picture album 咧，好多 hand 咧，好多 hand 伊個 coupon 嘅了就咧 organize 喺期間俾咩時候，特別你 now 啊，特別入4點鐘特別驚咗。I think 我感覺到這邊啊，近啊是近啊這個潮汕做呢，潮汕。係做啦，係啦，這邊冇咯，啦，這度啊邊到馬來西亞就冇嚟揾你，這裡明白意思。你幾十年前，細細陣時我去 supermarket 嗰時，譬如講。gamma 啦，還是 sunshine，一年做到不是很要加隻 coupon 嚟咯，然後加隻你不是加啦，去買你叫。我想把做嘅你睇唔見。有邊個有sunshine 有嘅，伊啷啲包裝會加嘅，有嘅。一出一個嗰啲 members 咧，咁我加包裝去買，或者批物件。maybe 完全係冇第三個關係物件。所以有加包裝喺度。我就係講maybe 話萬都冇講起咁劇，所以應該是冇做呢個物件。並轉講我未記啊，並轉我未記啊，我嚟講咩啊嚇？就估唔嚟啊嗬。แล้วก็Susan Koo 本是講一本冇。你講Susan Koo是講 Christina 本是 start 就問咗啊？我 sister 嚟之後。แล้ว最近你拜清你什麼證啊？你那是拜清，你 sister 係咪清啊？你唔一樣，以前係咪清啊？幾幾啊？博清。近啊？叫咩？近啊？近啊！我哋諗俾我叫伊名 Susan 啊，人樣叫是近啊。好 ，OK， 是近啊，夠好聽是近啊。你即係 clubhouse 兩個就是兩個蹲會，菜點啊蹲會哦，菜點啊。跟我嚟啊！話Ving轉嚟啊！有啊，我本嚟蹲會本嚟，特別我是蹲下咧，其實你講嘅 daily usage 物件咯，其實手機膏啊、shampoo 啊、shower gel 啲物件咯。我看到辦公室我過去買就係這哦，可是我 shampoo 加喺裏面 care conditioner 啊，我對應計起來有10幾罐咯邊。有上擺何話人？而家上擺嚟送我人伊。冇啊，第二話何路係你是 hair， 係你是入面 hair cream 嚟啊 ，hair cream 嚇。特別我有淡薄 OCD 嘅咋，我有蹲回本嘅，譬如講陣晚伊講嘅最幾個啦，我有蹲本嘅咋，特別。即係細細行 OK，即係 OK。就萬咗是小姐啦，是講。即係萬咗小姐。我蹲嘅時特別蹲1個月到12個月嘅咋，嗱是講我去到12個月，我你即係我去入面嘅我用係了嘢啦，我去到11個月點時咧嗬，我都冇蹲嘅咋，12個月我就是俾一行嚟用了，第2年1個月起我佢就蹲回一道嘅。我你特別看點先嚇！我看點先，我就 ODC 嘅，我同佢連 office 裏邊，我 office 嘅韓國人就係變住機嘅，所以我出去個 office 有，係咯，厝裏邊有啊，我特別用到伊準30號了，1號用先呢一張嘅，我未大行都冇嘅啫。但是講有影，都好都就講春10日，特別我用了呀，我就會少人咗。
我未發生嘅，我是愛到呢號兩條路我行啦咯，頭一條路咧就是未用了嘅呢號，我盡量用嘅一個字，無就是有影我未過迄個一個字嘅話咧，我春過節嘅啫喎，我講個春過節春節嘅話咧，我係小價走去 7-Eleven 嗰個 grocery 嘅位啊。佢俾4層嘅嚟用，可以打人哋佢哋連之後係咧可用盡啊謝，面正謝打去就。我係小介，我係 OCD 嘅，我係 OCD 是我 make sure 我係即係手機歌都俾大家聊聊，我係 OCD 真係，我唔是實講，你睇你唱嘅手機歌，你帶袂掉，係是一個唱只謝嘛。所以我有自己嘅成個。成數時你看你喺度啲手機歌誒冇咧，轉之後佢攞出來啊！我有樣看呢，喺你嗱我面對自己啊龍，我是我唔捌看過自己，本來自己啲得落誒。唔是一時看平常時嚟日頭呢，你是講？我看1號呢，我第一時唔是1號咧，就是10號。1號至10號。要一個 measurement 呢嚇，10個咧10個。即係我嚟講嗰陣時講，我自己成日喺你 TVB 演啊，兇案現場緊，一直講就講新嘅牙膏。如果我知佢嘅性格，如果係新嘅牙膏，佢一定係1號開嘅，呢度都制嘅。你係條我係蛇。你啷無講嘅你？我走出嚟。啷無講到你成個唔咁黑更唔見嘅人嘅裝嘅。嚇，會個。哎呦，你不是我講數啊！講晒位霸人嘅裝置。我一個朋友真係暑假。等陣，我未講這個新嘅人新嘅嘉賓接來啊！定是冰準嚟一下冰準冰有啲啊？係咪是冰準？係咪是冰準？準冰有啲啊？一時唔攞筆記啊，一啲咩事？Hello，嚇嚟啊！筆記話咧話而講。準冰可能。Hello。你嚟先得嚟是講咩？筆記咯，我借你啊。嗱，你筆記啊，佢講乜筆記咯？你講咪是筆記咯？對，真久啦，我真久起來啊，起來一下本，我冇時間嘅數。未改我未記咯。你有個，你買呢 Big Box 嘅嚇？你是 gaming 嘅買嚇？可能試過。我同你做Clubhouse做收隻啊，特人用買，我們聽得出嚟。你是 gaming 嚟，你講我係你啊？你未鬼準備去大行？我係小見。我實講你去大行嘅準備嘅時候。嗰有不如過來參我人嘅零頭毛一條，可能零頭毛一條。hello。零頭毛水哦，其實伊個行景，佢無像嘅行景喎。冇，嗰啲對入邊咧，除外嘛。無像行景。了個有 clubhouse 合併嘅，但係咱無介紹對埋 clubhouse，咱同埋一來時咱無開 clubhouse 實是，所以是阿龍啦。即個交通會嘅人招曬啦，แล้วก็นอน曬啊，個菜店啊，BK 係咩嚇 ？BK 咩嚇？我未記 BK 咩喎 ，clubhouse 嘅。係講嗰度拖會啊。拖會對，拖會對。แล้ว個我未記查某婆，小寶茶米粉加阿椒加菜點啊！但我未講，但阿椒講起講，有個人是即是搞燉，唔是燉會，即是成個講唔甘黑格物件，即係物件，嗰啦特特下物件，嗰啦燒起來，我未聽過。但是就講你講你告訴看。แล้วก็อาจจะนำใส่หมู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จอ friend 就伊講講伊是當天時間伊世界100多大嘅咯你明顯伊嘅厝啦伊嘅迄個 primary school exercise book 有加了啊還是伊燒幾本起來有一塔啦你講你講伊嘅 bookshelf 啦就是扎一扎嘅咯然後迄個是 living room 咯
哦，你 living room 是講 maybe 講嘢佢啲物件燒怪好事啦，我講看個靈異啦，嚇，話怪雜嘅物件燒個雜雜嘅，你去間房間，哎呦，天公咗，伊冇托卡嚇。我有托卡，我食講你冇托卡。OK，let's start 葉面層，let's start from 葉面層，葉面層佢 double bed 啦嚇，一半呢就是三個咯，冇字佢哋講安尼寫佢點個啦，一半就是咪一困一半啦，個一半就是三，那是葉邊嗰啲就吊到線啦是。叫三個啦，咱嚟三係咪燒大隻တူ嚟嘅？伊旁邊係တူ嘅，我未တူ冇掂啊！咱伊櫃到頂嘅就是，係咪嘅？揸咩上巴啦，落揸咩抓伊講伊達到伊自家去買嚟 DVD 啊咩啊嚇，伊講伊有時伊自家嚟 box set 嘅咯，所以講有時買啲嘢咧，伊買個計客價，伊買客價咧就嗰陣去買過。然後嘛是個電腦啊，你有可以有寫物件有幾難，伊寫說明明講啥 Star Wars DVD set 啊，伊都有幾難 set 嘅。哦，伊做咩事？伊你知唔知咩事啊？伊是買嚟賣㗎，是伊？唔是，伊講啊，我嘛講掂下價啦。我都講 maybe 伊嘛解掂攞地嘅 DVD，所以嘛冇 complete 啦。哦，伊背 maybe OCD 大部分啦，伊背 complete set 嘅。I mean 對啦，你愛講咩事，你嘛是橋啊好事嘅，是你嘛冇需要去搞你掂咯，你直落講嘢嘛掂嘅物件。哦。嗰時你家己 ，I mean 你家己未好講，你家己嘛。啊，咁是講啲見阿 P 嘅時候咯，嗰時大話嘅咯。哦，劈嚟就劈嚟。喲，因為阿啲嘢。伊講講要到底邊個夾抓嘅？喲夾抓！誒，你看到那是講你無扣前期零哩嗬，你那個愛燉物件嘅人啊，伊只隻咧夾抓啊，咪搞到頭皮到邊嘅。好彩是 ONS 嚟。有抓就有夾抓咧。係咪係啦？係咪是 ONS 啊？One night stand。哦。我啦 normal friend 嚟啦 ，normal friend 嚟。我沒有聽 ONS， 即係講嘅件事啦，你都有乜嘅你未顯？佢做我見你可以做啊唔係啊咯。我梗硬估嘅，我梗硬哦，我你學我直接我嚟你做我個老橋你拍嘅。有啲我跌到我搞白白去。誒，你是寫南西就係劍橋啊？你唔見啊？我同你講，你叫巴黎嘅講到啊，巴黎嘅講到真正有 sense of achievement 咯，一起樣橋，一直到佢橋噶啦。你咪講到我冇橋誒，我直頭燒掉迄間厝呢。我同你講，我是冇解橋誒。即係人啦，伊無管伊做人鬥就學本好啦，本未得攞啦，我就講嘅你啊。看到伊厝呢，BON 冇啊，你咪講人 ON。我想 ONS 係咪 National Service 嚟啊？我講 BONS 嘅，未直頭看到你旁邊，我其實把你誒我真衰什麼啊？我係卡是冇搭住迄間厝嘅，是我企到一間人嘅厝，我看到厝響，我就企到一棟門邊邊講話呢，我真衰。成日做鬼咯，鬼啊！未知。誒，我唔知成個人你講開就鬼嘢哦。有。我講伊物件無走，伊靈魂有啲病啊！冇，你物件掂到只這是人無面，主人人無咪愛接氣嘅。你無咪愛接氣嘅，because 啲所在佢哋講你根本就未 reach 未到嘛，你對氣未夠，所以伊人係咪垃圾嘅物件？你是誒 topic 啊？垃圾嘅物件咧是到底係個人嘅氣未 reach 嘅位，讓大兵逃避嘅嘛？所以那是你物件他家扎嚟講，伊咪是到底係邊個成個做安尼頭皮到底係邊？伊未人嘅氣都未接觸。John，啊，到嘅啊，咪是下令頭冇，咪是。John，我聽過有一個uncle，伊是叫抓我講伊有一個uncle叫抓嘅，然後伊厝就會燒，因為伊是好啲嘅。哦，也是因為很細，像是伊是學會休息啊，然後佢受訓到伊嘅厝嘅。哦，
是做嗰是叫做案嘅啦。叫做小過鐘。一處窒窒啊，伊冇乜接嘅事。有，佢哋積啊，佢哋積啊。有真濟嗎？燒去，因為小燉甲過頭了吼，咧伊厝會燒出去。就濟抓煲抓咪個了。我頂咗我看佢之類嘅嚟諗住嚟 FM 嘅，一啲後之類。order 嘛，即頭冇，即留意啊！一處就是 basically 就是燒18嘅咧，攞去廣告橋18啦，嘅啲嘢處係，嗰陣時，哎呦，我看一日嘅地樓，啲係看到一個作對，呀！你是驚他轉啊？你未打很就是你以為真係沒有佢轉嘅咁樣？我一日嘅地樓，啲係都看到一個作對。嘢做家嚟俾走咯。等陣，咱講嘅係恐怖啊！你講當然咱正仲見俾個人講樣時唔係掂嘅啦，乜得假講啊？講咱講嘅嚟啊！你唔掂物件，你本嚟係零本嘅，你本嚟係零本嘅。真似甲垃圾是攞嚟講嘅嘢嚟。特別冇，我講聽，你在學到嘅心態冇上嘅，伊樣唔是講零清氣，而是垃圾嘅。伊是樣只 emotionally distress 就樣特別黑咁嘅，所以上擺啊，樣夾胖機，樣夾冇我背我那時講，其實我 in case 我要用掉，還是係咪物件，所以你背下個搞你係一種嘅心態嚟 take over 你攰咧，你 now 係還是你冇想講清氣垃圾咩 ？because 清氣垃圾唔是 priority 是一未使掂啫。My friend， 我做嘅 friend 係燒serviette tissue paper serviette，伊特到去 restaurant 去食物件咧，伊特摕咯，摕了伊也對厝咧塌只管去，但規堆嘅。要用哦。伊家無通用嘛，所以愈燒愈濟咯。特要用嘅多處是。會用，特別是講食濟啦。哦。一個唔敢甜，一個唔敢啊甜你批。哦，批會批啊！你話講唔敢，我本換嚟看你問題咯。我唔是唔敢掂批咋，我有一撇，就是講啊，那是我少談批，你就係你小秒啦，佢他來教嘅時候，我就 stress 就我特別 go through 個真正冇時間你開批啊，夾批上嚟，隻了，有你裡面個想，我哋 sensitive 唔想講。有你名啊，地址係咪了？佢就被 shred 啊，是被。你驚可能垮掉嘛？我佢哋 office shred 咯就。然後我咪是特別，日特別燒掉好佢就係硬，好佢就我係硬 take care of 嗰個嘅 meal 嘅啦。伊上擺我嘅 meal 本來伊開啊好係伊個往 general meal 嘅啦，伊 clear 嘅了咧，伊放到啲邊是好話嘅幾款，我是我睇咧，我都冇咪愛去看。我把 miss 佢我係 bill 啊，係咪咪嘅 problem？你我冇去看，我冇時間看 mail 咧喎。Physical mail, snail mail。So what did他？你燒 is okay，你燒啲係 okay。I mean 有邊個你燒啲係零年嘅喎？我 OK，你 start 你是零年嘅，你 start 是零年嘅，但你真正 overwhelm 咩？好，變咗真正。I think 我有淡薄好的tendency，不孬啊。我有 system to 做 because 我成日你 bill 啊，然後呢，我都會成日係譬如 retention period maybe 講7年啊，所以我少講7年，所以 every year 我就 demo the year，I mean the year before 講時講有7年，所以我少好時啊嘛，然後我 demo。哦 ，rather 我 shred 啦，然後我除我。แล้ว有成日講 ，OK，even though 是7年啊，你講啊無我介紹過幾一年。冇。我看你樣報到死，哇！我是嚟看笑嘅喎，我是想講，7年嚟講啊無我少10年啦。OK，我俾問我哋都7年裏邊，你捌到對去找你愛用嘅物件。啊，咪冇吧？即是講成啊，我 last time 我去我做間嘅時咯，有時我去嘅 ISO 嘅 training 嘛，所以我係去講 ISO 嘅 standard 是講你愛 document retention 係7 years 嘛。in case 條 audit 嘅時候，
這是 for income tax purposes 啊。你若是條 audit 嚟講，你個 audit 對嘛？但你特別你收你 file 你嘅成 system file 起來還是資呢？我有一個 folder 嘛，所以就係你 bill 啊，我咪係特別個 folder 咯。特別你收成講一年係即係是個啦7年做就係。有啊。一年係你咪是 clear 啦。所以你嘛是有安尼個 practice 嘛是未無講你 documents 未 set up 咯。你厝特別正大間咯。辦個咯。特別差別會咩講咩係嘛？Hello， 差別款。但我望正實個就是人hang out 個就是。冇嘢啊，走嘢啊。Hello。冇嘢啊。差別款係啊。會是唔是？我 actually 是叉粿條嚟講話。叉粿條嚟講。OK， 講個燒物件嗬 ，OK， 加淡薄可能咱袂講過，我本有燒 body shampoo， 我一刀買半支就買10幾包咯，了最基本有買。body shampoo 是水包咩？哦，係 refill 嘅 bag。the refill 啦，refill 啦，了就最基本就買 a few years worth 嘅啦。你 few years worth 係咩 ？few years worth 就係你是一年換幾刀，最基本3個月換一刀係咪？我無安尼 on time 換3 months， but 我有一刀買到幾十支嘅，算幾十支嘅啦。或者半支就買啦，吧。甲咱也袂講過有兩項物件咯，就是我學久我細漢我小學咧，我 family 甲無錢啦，所以我 toys 咧我就買 call good result。甲有趁買的 toys， 都係你 toys 面啊，係咪個了我有收嘅 mask， 我收 until now 我有 toys 啦。都still 我係 toys 啊，我係 toys 啊，特別就係個 vintage。係你 because 佢開了嚇，未開到。我見燒達類咯，燒達類個 collector 嘅，我買嘅。我有嘅是麥當勞嘅 Snoopy 咯，故事也未開過，抓落包掉過，黏掉過。哇！你大女哦，係啲你嘛 Transformers Mars He-Man Thundercats 嗰特別 actually 有 market 咯誒，有 collector 誒。哇！你睇你 vintage toys。我是無拍成愛買本啦 ，because I earned it man all those toys I touch it I could not touch it。阿蕉係咪有咩阿蕉？係咯，定得學係叫乜嘢啊？我大漢都冇意啊。阿蕉係咪有咩阿蕉 ？OK， 我俾梅朗人生都唔見都冇用嘅，冇暑假嘅，都俾按照處理。Regift 我上我啦。邊條？我上條嘅。Secret Santa。Depends. Sometimes regift, sometimes 點樣？我有一個 puzzle set 啊，我從5到當今下冇用到嘅，我朋友互我嘅。puzzle set， 當然係導嘢啊嘛，導嘢有啲掉嘅咯。我未曉打 puzzle， 我冇個 patience。荷蘭啊，荷蘭。好玩。冇，你叫學暑假打 puzzle 嘅人，打學你，然後上起來係到啲 frame 嘅咯。所以如果跟豆巴所嘅人是無講，就是愛燒嘅，樣是跟豆呢，才萬萬。暑假豆呢對。我話係新人喎，David Craft 是住嚟嚇。Crash 啊。David Craft 是咩？David Craft，hello， 歡迎。有咩啊 ？David Craft 等陣 ，David Craft 冇聲喎。嗱，你冇睇到嗎？唔是，即係零頭毛都未未。我講我係厝幾嚟300湯啊？我做是你可能要。我講我係厝別端，我係唔是真正會嘅，就是啲我徛啲kitchen啊。我係頭前阿妹邊啊，咪隔離河，我有切嚟300湯嘅。哇！然後我係驚嗬，達到有人客來嘅時候，我係驚就會帶人去，點解細漢嘅時啦，4個歲時，一帶人去300湯拖。伊講嗬，我係抹有錢一隻300湯嘅都知哦。然後一拖掉，你看人嘅手哦，去看嗱，這300湯，這個本事應該咯。
我有 recycle bin 嘅，我 recycle bin 啦，我一條嘅，所以我3趟是 for recycle bin 咯。แล้ว我靠有一個是放垃圾咩咯，แล้ว我係洗手盤喺邊，我洗盤喺邊隔咧有3個咯，就是放倒手就是放個蛋就冇，แล้ว我洗碗盤裏邊是放個蛋嘅，意思講迄種 liquid 嘅，所以邊隔本有一個大掃把啦，迄種是會放一個做籠鏡，แล้ว落地落下面差點咩樣知啊，解決我做，所以แล้วก็有一個邊邊個一個，我有7個300湯嘅。嗰有一項嘢，咱會曉笑喎。麥當勞加 KFC 嘅環照照。有啊！會賣，你知？你去 shopping 會賣啊！係咪賣？你行來賣，你到底？人行來賣，你咁人去看，你去 shopping 看吧，你去搭出來哦。有人賣咧，有人賣喎，有人會加喎。有人會卡寫 review 嘅咧，寫 feedback 嘅啊，伊講very good，delivery on time 啊，咪講咧啊。我感覺我係 BTS 誒，唔是 BTS，是 normal 誒，我人潮個 post， 我看到因為 Facebook 有人 post 嘛，是一包賣唔知2百，唔知幾百字嘅嚇，有攤條雷本嘅啊。你 skincare sample 個有人賣，我知我第一道聽到tomato sauce chili sauce。有人賣，人去 Shopee 看Lazada上一本有，笑死我。skincare sample 袂使賣 ，skincare sample 你去 travel 是袂用嘅。沙來，冇一沙來。我是迄個。Shopee 有人賣嘅，賣到 technically 是沙來。但係 Shopee 有人賣到。賣了1塊2塊3塊一包嘅，有咧加好料嘅咧，佢賣了10幾塊半人賣。但係你頭先就被講咩？依 line 冇咩好事，所以頭先對你頭先都被講咩？呢個冇對依個。等陣，如果被講你電子拍你我牛油嘅冇來啊？冇來。你開講啦。開龜。燒掉伊啊！等我俾學你 David Craft 講話就 David Craft 個冇出聲 ，David Craft 錄掉，還是嚟聽啊 ？Maybe David Craft 錄掉，你咪 mute 掉個，冇掉，OK 唔緊。係咯，但係頂講有剪糊，總講走起嚟唔知是咪講環照照？唔是，我哋全部環照照，呢種macam collection 嚟款嘅喎。做咩事咧？我唔知本應該是博洋啊，我本隔了係在你成都那邊啊。特別住笑嘅你都唔知。我係嘛哦，但係博洋就點到幾多賣拍生嘛。你賣拍生你話隔了。即係 expired 嘅嘛？你加了訂啲薄袋嚟。我媽爸教我做過嘅，actually 我冇燒過就，但係我買來，我爸爸來正除我即套時，因為少飲少咯。你有一家支訂到啲位係你regular 嘅 ketchup 嘅薄袋入面，嘅 plastic 嘅薄袋入面，佢貴幾本啊，差唔多冇人一半啊，訂出嚟。我頭家潮嘅話，人哋話咧，我特登見明到咗食啦。但是講要荷兩我串攞包嘅，你同埋都會鎖嘅話咧，我係啲菜包裏邊嘅。咧一到期就唔知我係啲菜包裏邊嘅，我還就仲嚟食嘅。所以我頭家講咧，係頭家你係咩嘢係你我菜包裏邊有3條。菜包裏邊有3條，我同埋都鎖食。我燒napkin根本都成日叫麥當勞餐廳。燒是唔是燒果汁地哦？你用一地呢？我係到超好用，係到超用時。我係 friend 啊，我係 friend 你你 public toilet 啊，咪是有吞人 napkin 嘅咯。你去開人嘅肚啊！喲，你是講你成日你被捕到你切超大就講哦。我看到你切超啊！話嗰啲 golden 唔是 golden 咩？但係下邊嘅名咩 ？David Craft？ 走去啊！但係我切超走去啊！我感覺係你唔是蹲回咗，你開人嘅肚嘅嘢，你唔是蹲回，你是探我哋嘅探先嘅檢查派關啊！依唔是蹲回，呢就依時會用啊！呢個買俾。
tapi 我不做過，我到啲 college 時，我到啲 college 時嚇，有當時啊，我嘅 college 上班嘅時，有當時樣係一塔咧，一雙也未開呢個呀，所以樣聊嘅時間係一去 dispenser 位啊，我朋友捌去睇對哪一塔。而家做結診豆啊嘛。到底我出來裡面用，我切手啊，啥物事我用哦。係咯，明白嘛。我做學生嘅時，就真正 cheap 嘅啦，因為你睇到美國物件真貴，所以我食 mayonnaise 嘅了是到底我係 cafeteria 嘅，真係。Because 你 cafeteria 食 mayonnaise 真貴嘛 ，I mean。頂到他車是下面唔咁貴，所以我就記咯，我食特日，每個人都canteen嚟啲食物件幫食時，都咪是嘅冇插入有嘅，愛用啲 mayonnaise 冇都嘅嘅攞包呢，lama咪就啲不見咯，有時到處咪是有 mayonnaise 用咯，吞用咯。當作股我估計，所以I mean 當作股橋當嘅程度一頭。阿韓成講咧，阿韓。哦。我講我古代啊，我讀 master 嘅時啊，我人出去食啊，真正就出去食啊，然後迄個食迄個 serviette 啊，我這邊嘅 serviette 真啊厚嘅哦，真啊長嘅哦，我就貼來用，然後我一看就，哎呦，你怎麼這樣可憐？誒，冇嗰啲 environmentally 嘅 sound 嘛，你冇用幾地，你免試用幾地。哇！你講我哋 serviette 啫，講 serviette 嘅 napkin 係 interchangeable 啊。serviette 是係對我嚟講 serviette 係啲四角形嘅。哦，OK。特別人馬來西亞就是 interchangeable，人講 serviette as napkin 本是唔是？切脆物件樣嚇。serviette 係啲 cocktail 嘅 serviette 啊，你知啦，成個啉酒嘅時候都係，但係你是叫 serviette，四角形。嗰一種咧包頭嘅。napkin paper napkin 咯，但是講你是 cloth napkin 都是top 好頭啦，我出去個口食 use and throw 嘅時間，你是 paper napkin 啊。napkin 就是成個較長嘅，然後你叫嚟切脆嘅，可能啊，I mean 嘅，你隻物件先係到啲巴下嘅，就種叫 napkin。我本是有貼嚟用嘅，所以 for eco-friendly 啦。尤其是我平常曬咩時候，你不一格㗎嘛，你咪叫佢貼嚟用，你咪是，我一邊啊切你平常曬一對三格。Hello， 住是 hello， 哦，我咁啲，住是 hello， 我講。誒，當今下我落 Clubhouse 一個 spatial audio 啊，我可以聽到 stereo 聲。特別我 usually post 邊啲學件事，我是冇 post stereo 啦，我是 post mono 嘅 file。你 file 已經真大啦，頂住哇百幾 megabyte 啊，頂到你叫唔知幾20 megabyte 人 complain 嘅。Hello， Hello， 我咁啲。Sorry， 唔知做咩事，行機係嘛？แล้วserviette กับ napkin น่ะจะเลยtravel nova บัดต้องไปserviette actually 是ก็จะ British country อย่างไรจะเติมหาแล้ว napkin like paper napkin 是 just North America อย่างไรจ้ะแล้วอีcomedy sketch 係啊伊講伊食搭果啊，到街路邊啊，你 food truck 食搭果啊，然後佢哋人問 Do you want a napkin? Because it's going to be messy 啊。If first time like America， 做咩事？伊講伊食搭果，做咩事？會流曬啊？做咩事？係咩事？napkin 是成個人淋冰呀？啊。嚟大波啦，真好笑。就淋冰啦，就淋冰。淋冰下啲。但我拳照講咩啊？拳照講。拳照咪個冚掉。拳照唔知會講咩特嘛？要講成都物件咩 ？Sorry， 讓作古橋一刀讓係成都，就即係話內邊係咪？人家燒到內邊。燒到成都內邊真係估唔幾難年，冇可能我是，但因為我而家啲燉，我啲俾人家放哦，你根本都冇會放啊，又在咩？我睇直接又在，你就 Q
清你成都啊，梗係俾物件先物件。加嘛，梗係接啊，冇得被接啊，所以我特登會叫佢。我諗是歸還價俾內成都 ，OK， 內嚟成都，我內人多。你看啦，是唔是？我上班冇學得啦，因為一個成都是係你菜啦，即係另外一個成都係水嘅，一隻另外成都係 fruits 啦、水啦、chocolate 啦，嗰啲物件咯。哦，特別好，我感覺喺馬來西亞成都係哦，真係冇夠係，你即係物件你特別係成都嘅數，你冇成日講，你好是哪裡啊？有咧，成日講我人物件 chocolate 係咩啊？我都冇係成都嘅，特別到啲馬來西亞都冇係成都有嘅了樣。chocolate 應該係成都噃。我馬來西亞你抓啊，也有誒，係咪是咩咩？你除咗係講你嚇，你係成都定點啊？食更好食啊！冇，成都而家全部好食哦。呢個係邊白嘅，依個白春有邊白布。你係係上古啦，冇係是 because it crystallized 嘅依個係你我就係嗰個，特別你會使夾出嚟，你會使多一聲嘛。I mean bring up the room temperature 啦。啊，冇嚟講馬來西亞你係 chocolate，那是你係嗰個 fat，即係 chocolate 隻罐嚟，喺講真嚟講嘢有啊，白青。我 feel 到講係你 chocolate 啦，其實你夾起係成都啊，你夾出嚟，一有一隻就是搖嘅，按照兩條脷抽係一種嘅咯。But if 你係你 chocolate 是下掉嗬，嗰邊呢度。外邊咧，你愛食都 still OK， 意思係個一邊咩變 sticky 嘅一種嘅。哦。But if 你係成都啊，你夾出嚟，伊會搖嘅，按照變 sticky 係一種嘅咯。我 feel 到啦。有時講你俾下你成個你 Lindor truffle 啦，都俾下到個口，我就講一次頭。係你唔有時，你係個口一半一樣嘢。我就是個隻 Lindor truffle。我只是個隻 truffle。我有一個 outlet store 就邊我外出，今年計。喲，一擺俾就100粒。喲，你就好似你撳佢喺咬到啲脆啊！是咯。哇！你嗰時你隻嘢咧，你超半碗咧，超半碗咧，佢俾佢自辣你超嘅。咪清潮，我啥？我 gasmic 嘅 reaction to Lindor chocolate， 我就是講一兩邊嚇，淡嘅咧 creamy 嘅，好食。誒，你有講面嘅咩？攞下面嘅個燉佢個。個攞梅冷有冇笑嗬？啊！西邊嘅鴨啦，沙本嘅鴨啦，冇羅德嘅鴨啦，呢大個gadget 嘅鴨，你俾你係咯，你 Innisfree 啊，依個 product 出嚟，咁即係一直滾嘅嘢啦，一廣告有 PR，之後我哋心裏面就有笑，一樣嘅水嘅 PR 係做乜事咧？都有咧嘢咧，你嗰邊啊，你個唔敢客格，你就客格我就怕損嗰種笑咯。我被當，即係我被當。冇啦，嗰陣時笑嘅，你一當劍客格格了，當劍我俾下面物件對嚟後，就是踢咗牙。就是客格啱，你本身有時講要一個好嘅所在喺你講邊咧？你講下你 TR，你客格就落去，下面物件客格就落，又叫 reset，嗰個冇成講話咗，你冇啊？你嗰陣 system 咧變咗你自私嘅客格物件。韓國冇咩？我諗你識嘛？你個嘢你去 articulation， 你白色嗰啲嚟嘅 station， 蛋湯嗰啲都落去。咁 iPhone 就被分類嘛 ？iPhone 阿部唔計啦，小啊。係啊 ，iPhone 你 SIB，iPhone 你冇得㗎，有能俾 iPhone 你啊。我有一個 MacBook Pro 嘅真水嘅 SIB。我梗係想會當佢協助效應，我 camera 個嘢被見得去，因為我幾百磅，我 studio 幾百磅就是我係 storage room。然後我被看我係係哦，我一關啊，啷講我 try 叫我 iPad 協效應，我到電話 iPad 嚟可能看。安姐，啷自己講。我冇 I don't mind 笑嘅，but 你條啤愛有所在笑，隨我是笑袋嘅，我頭先有聽阿問講笑袋嘛，我是笑袋，我係袋 collector 嚟，but 我冇人看係出我笑袋嘅，因冇去樓頂人看唔到嘅。我幾10年都唔知我笑袋嘅。我朋友是貴間房嘅嘢出有間房間是貴嘅 Lego 嘅是啲啲。就是特別 showroom 啊，可能。
我冇佢有人，我是冇佢有人看，冇凊彩佢有人看。我比如講 ，unless 你 request 你問你問實嘅我物件，我驚是冇通動我台啊，本上嘅。你是 destroy 意思啲要講。我驚我冇當佢我台嘅，意思係我冇意嘅。我嗰陣是啲玻璃嘅ตู้裏邊嘅，係啲ตู้裏邊嘅。咁我一時冇通，我一再本嚟一步步夾出來嘅，一再即係是別使當嘅。過檔嘅，即係流冇嗰物件。特別冇人嘅，成講我有幫我咋錢可能嘅。即係咧，我有一個，我就啲厝裝修，樓頂個加一層，就是綁架咯。綁啲頂面咯，看袂到嘅咯。會使燒啦，唔是袂燒，是如果愛知安怎去處理啊，即零件咧啊，處理即零件。唔係講我是買兩件掂啲正價咧，我無扣咧，有你啲白色狼我。3個月咧，我覺得我就被當，我意思我俾下面電器本好啦，我係你名攞啊，隔離話頭隔得出嚟好時啦，我係啲上節嚟所在嘅，我唔係隔得 categorize 好時嘅咧，隔離我名攞啲接柄，隔離我 cable 都到會上所在嘅咧。我冇有咯，我講就你 cable。所以我係隨面嘅，我明講，有時講我面嘅碰見嘅話咧，我隨部對嘅話咧，但係都是碰見嘅，because 我面嘅咧係好事，我隨便丟去自己架到嘅話咧，但係都是碰見到類嘢啦，冇可能啲處裏邊咧。我可能看，到啲 Clubhouse，I mean 到啲 YouTube 啦，看到我是啲 YouTube。哇！我本時我啲 YouTube。我本時佢有 YouTube 看。你看我，因為死啦！我即是我對面，即是到啲對面我你阿係亂嘅。你看，一下特特斯呢，然後這是我 camera 然後 iPhone 嗰啲只不上 iPhone 我唔知點數我都燒掉過。你燒嚟做咩物件？你冇用嘅。頂到時燒是 iPhone 嘅時燒掉是 because 我有當時我買話 iPhone，所以我買話 iPhone 嘅時候我 repackage 用啲 original 嘅燒包到對嘅，我買時幾隻慣咯。然後是個我係 computer 或者我 iPad 嘅 app 我就這邊。Apple 我係明白啦 ，Apple 我係明白。我看看這裡，你 Rode 古老一個係咪係咪 console？ 我係冇用嘅嘛。我係 Rode， 我 Panasonic 嘅時候係這裡。這裡啊 ，Panasonic 有時係冰棍。哦，我 camera，即係我 camera。呢啲冇用嘅嘛，係你。Actually 係合格了誒。我特別我買時候，我做咩事燒掉先呢？嗱，我買，即是我買啊！我燒掉時，我成個 in case 我被話 return 還是我被派啊？時候咩事我個會有 return 嘅壓嘛？個話有當時未估嘢嘛？依路 I return 冇可能一年會有 return 嘅嘛？within 一年，within 一年，我諗你好厲害 within 一年嘅 US。然後 oh my god， 這裡 OK， 這是 collectible 啦嚇，這是我 eyesight， 那係叫 eyesight 哦。eyesight， 我個 eyesight 是唔是你 video cam？ 對，然後我係第一個有 Apple 嘅這個電話啊，個了，即係冇上電話。你那 BDR， 這是我係賭裏邊嘅，所以我靠看唔到嘅，冚只賭只開來就是呢款。我未當路喺你咯，我連抓落嗰本是少少嘢咋，我連我抓落喺你 paper bag 嗰啦，抓落嗰啦，我嗰啦是零係掉嘅，我連抓落本是字隻都字嚟絲絲格格嚇，字絲絲格格咧，其實你壓低掉嗰啦，少少零白擺掉嘅咧，OK。我未當我哋揾嘢嚟講，這是阿蕉嘅，我抓落嗰啦少少嘅咧，OK。特別我那時講我你 box 嘅了時，我就見我淡薄 paranoid，就是我 receipt 滿是燒隻股嘅，我 receipt。我看下面嘢啦 receipt， 成日都買大係物件 furniture 下面嘢我有燒啊。咩呢？冇燒。都 PDF 嘢啊嘛，手機 drive 嘢啊嘛，我覺得蠻。掉 scan 啦，手機 drive 啊裝。哇！所以嘛，你就 snap photo 啦，以 auto 嘅 PDF 嘛，就錄個了嘢嘛。那是啦，你咪是掉 scan， 那是 snap。對，是講我差唔多連 bubble wrap 滿燒。要燒。bubble wrap 我有時淡薄，因為我就是夾埋對邊頂。我 bubble wrap 有時啊，是俾我 bubble wrap，because 我夾埋對邊頂嘛，所以我用 bubble wrap 嘅。係啦，燒淡薄啦，都免燒。我係燒淡薄咯。我頂住就我就 proud 就是我
我買一新嘅 monitor 嘛，然後好，我就去客家企咯。我冇啦 ，because 阿只大數，所以我明白有成講，人哋我有 space 嘛，我樓靠 basement 嘛，所以我有所在。是講我按前只零年，所以伊就被特喊每兩個卡面就一定啲我最轉牌，我最白牌，因為修理，我就被拖物件出來，一看一間盤咧，被顯咧，伊講被客家嘅啦物件，其實嗰แล้วจะจีมกันปุ่นไอ้สหักก็เลี้ยอักแล้วหาว่าจะ go through จะจีมกันสหักกันแล้วสิ講รูปตินเดียว所在รูปสุย所在รูป感覺掉成個哎呀我免去插伊個啦你知哦等個會สุย嗰時過嚟去理即係就個新人哦啊興咗個新嘅人嚟啊等我看看冇咯你去哪聽呀但係就講一半一段去即係靈頭毛一條一個條，靈頭毛一個係咩好事？一啲人啲副嘅面嘛，是啲正啊。then 我俾每最有蝦米件唔敢下嘅，成個 sentiment 都係 shopping bag。double bag 喎 double bag 5蚊。誒等陣即係對嚟啊！你頭毛對嚟啊！你頭毛講咩？你頭毛？我可能選冇咪好啊，你講個 hotel 嘅數。OK。做浪。嚇，做浪，你按咗笑未？按咗笑。你是講你？做浪咯。你是笑啊？嘢嚟成個點上擺，還是笑啊 collection 成個係你就咪 special 誒咪 LV 誒 bag 咁樣嘅。定到我笑 Apple 嘅做浪，Apple 做浪就好有，我叫你包喺賣對。我這邊嘅 Apple 是 Switch 嘅，係你叫咩 recycle bag 嘅，可能係recycle 你包一下。包嘅。moving bag 我食嘅嚇。我是我個有個我係估啊嗬。個有個，哎呀，普吉馬落海嘅咧，自擺卜對，哎呀死，好傻，卜對啦，個落海啦，普吉個落海，咁爽喎，係喂，唔係佢記，我係佢記嘅咧，我佢記嘅咪 stand， 我當仔佢哋攞咩喎？我就真係驚就，等陣我真係諗看下，等我看 clubhouse，你看真係幫曬咗拔刀。你幫曬咗拔刀就咁響啦就。即係狼係啊，狼看等我 zoom out 一部先。即係 plastic 狼是，但係 which side is up 啊？Which side up 啊？哦，呢嚇，要死啊啦！我見了，你看即係 Apple 嘅狼啊，即係是 Apple 嘅被一箱 backpack， 我乜佢即係夾估啦！我頂到後面就講嘅是以為伊是寫隻 backpack 可能嚇，你到啲 USB 是安尼款呢，你到Malaysia買無嘅，伊nylon bag 就派款。Malaysia 都冇 Apple Store 嗬。新加坡有嗎？新加坡，特別係新加坡。開了 ，Apple Store 被開啊，明年。新加坡。古早冇啊，古早，這是古早嘅時間係幾年啊？係唔係？即係我時間嚟冚我買咯，我係借 studio 買好冚。哎呀，除嘅自賣，除嘅半時我邊有借 free。Malaysia 嘅那 machine 啊，是唔是？我 switch 我 camera 去我係先嗱，你睇下我冇玩啊。อันนี้แบบ這是好這我叫做這是叫做 large bag 啦แล้วอีก個就係我這是 medium แล้ว個就 large 個較大特別好我這 I think 我用個估我大部做到最年我到就未必有夠有10正差唔多係10年10幾年啊一成薄啊一部 plastic 嘅喎特別正舊嘅 plastic 攞鹽嘅 raw string bag攞嘢點解會笑嘅？我定翻正點解會笑嘅？最終會笑啦！我記這脫俾誒時候你自衰衰嚟笑啦！你啦，你咪就做得你啊！這脫啦，這脫俾誒就係這脫啦。這脫。你使情嘅呢？你使情嘅呢？當然用個你 biodegradable 嘅環保袋後邊燒嘅啫。哎呦，係有嘅。燒啊，壓出來糊糊嘅。都是 biodegrade 嘛，對掉，
個掉就付不了去。即係話攞有紙 plastic bag 要嚇。我之前三家兄，三家兄就三家兄。我本時我馬教，我係馬教。考加 interesting， 叫係咯，考粗鼻咯，係考加粗鼻。係咯，病菌嚟，係唔是病菌嚟？係咪考？係咪考？啊，成時咯。冇啫啊！哦，我係考呀。我想講係咪考我都唔知。哎呦，條病菌啊，真係個物照嘅嚟咯，兩錢落錢。係呢個物照自係嚟嘛？呢嗱，你話個仔咩？有咩人看到我咕咕蕉可能佢冇啦，容易看到咩？我冇情裏面看啊。你真容易看到咩？唔係阿 John， 我扎條成為超，嗱，佢哋我白燈。點水啊？我係坤考，平時是情話。我啲聽日冇啦咩？嗱，我面對係點嘅啦，人。係咯。阿 John 都聽到我冇？阿 John。啊，我有聽到你，特別我冇聽到你。我聽到你聲，特別我唔知你講咩，得嘅。病菌。冇有冇。特別病菌嘅。我聽到。冇啊，但冇聲。你話聽咩？到嘅。我都。當佢有。啦，我是講Malaysia 有 machine 冇 Apple Store。Malaysia 有 machine 但係冇 Apple Store。Malaysia Apple Store 被開了咩呢？我再開得咯，我再開得咯。嗱，細時時講定住，佢哋唔知咩 trade，I mean exchange 係咪啊？Razak exchange。定住是唔是？嗱，細是唔是？你嚟在往去，啷個食物件下邊是唔是？是定住是你在往去已經是起掉了掉一半掉。而奶行後尾咯。啊，熱奶行。熱奶行是到熱波呀？唔是啦，熱奶行啲熱波啦。熱奶行，你叫做咩？In B Road 呢邊㗎啦。貴仔行嗰啲唔是 TRX， 貴仔行嗰啲是 PMB。哦，你 PMB 嗬？係 PMB。哦，是 PMB。啊，TRX 是啲講緊夾蘑菇都係企你個尾又仔好像是都有。你尾。冇啊，冇有仔好咯，我冇你好試嘅。南西啊是 maybe 是毛毛菇。特別 KL 是話，嗰是毛毛。冇啦，你嚟台灣你個水處好我嚟仔咯，嚇特別我冇俾有仔好咯啊，我你好試咩？你我係叫你俾下，你俾下我一包咧，啊嗱毛毛菇一包咧，我烹件我一包唔睇到去。before 我對時都冇去啊。OK， 嗰時我好像都係冇線命咯，好自大。anyway，應該是你看到 TRX 都冇看到 PMB， 迄個時間 PMB 啊冇起過講，啊冇起過你看。這是當時差唔多，我先正時候。你我 last time 對是讀到是哪啲？那個唔是哇，是新正是。新正是對。anyway， 我會記英國中個個人坐人去 club 嘛。啊。是迄陣時過去咧，嘅水地方落雨咩？你啊，住水好話誒南西嗰個廣東話咧，有時時嘅對面啊，水啊，個水，我嘅後面。嗰落廣東話咧。啊。then 等講到啲好的。我話咩落 KL 啦。啊，好的。嗱，唔是，讓無成日講佢哋有你物件成個。我笑嘅喎，成個 cut 啊，我硬號啊，係 cut 頭一條係 cut 啊，即係笑啦，即係變變我笑，我即係電門有時冷水咯。我哋都唔知講咩。我話這是 OK 啦，because 這是 momento 嘛，這是 moment。我講聽特別冇 OK，我唔是講一條了，我笑係我係一個是笑，我係硬腳佢好我係 cut 嘅了誒。頭時啦，所以一下有你物件我到對一頭時候你會將感動嘅好嘅你看到，你 message， 你成個想起哇，點解你同人哋謝你啊？尤其是啊，有變咗 somehow 你成 physical 嘅物件你見掉，有啲感覺就較特別呢。有人是講咩嘛，你翕相影起來就有，特別我個鼻我做別夠啊，你看啲物件我特別手見掉，亂嘅。就住人你閃隻眼一頭翕相影過就黑格起嘅，
I think at some point 咧就俾你做，即係我冇做啦，即係啊，等你又笑啦，等你被敲啦，佢咬個敲先，冇赤俾使掂，赤冇多啲咩？俾使掂，唔是掂啦，赤我度呢出去是我看了嘅，我唔係看度呢，我赤我真暑假我是燒掉嘅，我係直接有 CC 有 connection， 嗰赤會狂一批狂冇講。我冇解嘛，到呢樣。但我當時是講到 cable 下，我去搞嘅啊是。你講你 storage， 我有講到，我有講到 cable。我係你看，等陣我 switch 佢係，我講聽唔到，我係諗看我係 cable 嘅啊 shit， 想會，我 cable 嘅 drawer 嚟啊 ，IKEA drawer 啊，你新嘅啊。哎呀，死未看到，等陣。do on camera 咩？先先有冇？這是係咩嚟？哦，等陣我讀得，我 Brighton 先。等看未看到我姑姑姐我嘅見啊你。原來看到你call，你病鬼嚟call。anh用 you spot 做咩？你姑姑姐。喂，我的 fly， 我哋到嘅就嚟啦。我哋唔使見啊。喲，做冇咪看到誒？哦，這是 upside down，喂。upside down 其實這是我後背咯，係有你卡，แล้ว這是我拖我 cable 嘅拖，哇 ，OK， 哦你阿仔，有你看你我 cable 好的，即係啷嘅，就問抓啊，就問抓係如果咧係少女 cable，佢就係個零點，過嚟啲，哇搞，你別他即刻浪翻。我有燒淡薄，我有燒淡薄時，我有燒淡薄時，佢哋將扮咗有 print 係你係 Kitty 可能。哇，未派嗰類 organisation。嗱，我有你，等陣我講下，我只等我人出下喂，有事？哦，等陣，我twist tie。個我 cable 啦，係我燒你 twist tie 嚇，แล้ว Velcro 而家好用咯，我感覺 Velcro 有本啊 ，Velcro 是我嗱，這裡是 Velcro 的，the sun 是 Velcro 的這裡 ，Pokemon Velcro 的啊，看唔到，嗱，這是快咗 ，Velcro 就 pubic hair 嚟咯，即係，แล้วว่าactually ว่า equipment ตามปูว่า digital hot เรา成日講是 file 唔敢 delete 到啲 computer digitally 切崩入我第一部學 digital file 嘅，你部學你就 delete 啊？梗係 delete 我用嚟 delete， 我燒到膠。我唔記得了啲 Dropbox 裏邊咧，嗰個一項拍包嘅拍包雜飯咧，佢嚟乾地啦，有人燒。哦，有本啊！有啦，我就小心陪嘛，你唔是你小心陪嘛？隻村你咪嘅事啊！佢嚟有彈士是唔是 Bonnie style 咯？有彈士。你特晚少人講嘛，double way，少 double way， double way 咯，嚟我邊講。真係，咱有時用垃圾咧會使掂嘅嘛，咱唔是講燒啊，直接用啊，佢就到，咱用佢就到，咱講垃圾咧是咪掂乜㗎咯？唔是特人上路可能有差一人是有影是燒呢，燒個幾度係我燒了。用了唔隔嘅會。我把路有燒成過，我特日有煮好我 nephew niece 樣嚟嘅，所以我拍包放呢邊搞好啊。我把路個 start 有燒，因為我達到好我家己嘅 container 嗬，然後一次不回頭嘅冇夾對嚟壞，所以把路杜爛了，俾用去裝佢人咧，係啦，呢度只又達到冇興對。你使可能達到嘅，你講。咁一去不回頭。tapi kalau lu tu boleh double way 咪好，我是有燒用， tapi 我感覺到我啱較搞笑，因為都係零里，一較搞笑成日往時買嘅 yogurt 嘅罐嚟大個嘅 yogurt 嘅搭好，一本寫啊燒起來咋，
你阿嬷唔是阿嬷咧，伊是你意思係咪見阿成啊？你較好講哦 ，another thing is straw 啊，特別 straw 是意思講，伊 reuse straw 咯，伊感覺係我是出去食 fast food 是 drink 是伊咪是有隻來 straw 咯，了伊個無數格係咧。tea is straw because 伊只有知道伊唔知看到 news 講有一個人到底 wheelchair 伊 wheelchair 冰嘅是伊啉水掉是伊嘅 tea 插入邊插掉所以伊被所以伊被伊直接講別使用隻 straw 別使用隻 straw 所以我就買迄個 silicone 嘅上我一個我當伊一個 straw 嘛是 silicone 咯係咪所以伊特別 when 伊去外口食 restaurant 上面有迄個唔知上嚟 fast food 誒，伊個 straw 伊就燒起來啊！伊洗放入 dishwasher 洗，伊個用แล้ว洗了伊就規脫個了有佢哋咯。哈 ，another thing harder 小弟我咪按伊個迄個 plastic 誒 utensil 頭強cham啊！我對面我冇有，我冇嘢，特登因為我去學就攞嘅，我冇嘢，我其實我買嘅，thank you。我會記嘅時候，我講唔係特別往時未記啊，因為伊人 already back 落去啊嘛。有時冇法咯，我叫話 after。係啦，if 我看到我就 just 夾住，因為你學我 chopstick 啊，你學我 just 興嘢咯，我夾到出來。特別有陣時我是 delivery 陣時啊，啲個人嘛是都 delivery 要一個 button 同你滴嘅，如果滴好事嚟㗎咧，一直特登不是上嚟，因為 back 好事咧，我就 pre-pack。我正嘅冇，我正冇，我這邊冇。Another thing 好，我聽到到啲做工到啲 office 是我有用哦，因為我夾物件去食是我有用，所以我就有一個我到處用了，我燒過幾本啊，因為係咩事啊？聽到我到啲做工嘅會有。cafeteria，所以你去 cafeteria 那時你打包，你咪到後邊食啦，我打包對 office 食嚇，你咪是就會夾 utensil，你樣嘅朋友 utensil 嗰是 plastic 咯，แล้ว我當今嘅 office 冇上，叮當 office 佢就去成日去洗啊，如果冇你成 dishwasher，你開始洗下，你較麻煩，所以我就摕嚟，特別摕我個唔敢下架，所以我就下落啲位食物件 container 入面，然後夾對出嚟我個洗了我咪是只隻咯，頓只隻嘅時候，我就夾一大你 ziplock bag 嚇，我第個了我 utensil 我就夾去我 office 下到啲我 office 咯，一當今期我就冇去 office 買物件時，我就冇摕頭強chamma啦。我去到對我拖位嘅，到對用到對，我怪這本啊，我用隻，我上個是免一年，我一年我加掉成 restock，特別冇啦。我成個我除毛咧，我就寄去 office reload 咯。係啦 reload，我是 normally。我車門都係幾廿支嘅咯 ，chopstick 啦，我 backpack 包嘅 utensil，我 backpack because 嚟sometimes 都個口啊，你唔知幾時會識咁用掉嗬？係啦，我車有一 set，我車有一 set 係你 plastic I mean reusable 嘅。哦，我車包本是有嘅。嚇 ，anyway 特別 because 冷靜มี MCO 嘛，so 都冇ทัน dine in 嘛 ，so especially 我去。Outstation 嘅時啲我就是我只會食物件咯，多車嚟食。我多處 back 好似外歡嘅是，啦多車嚟食咯，啦有 cutlery 嘛，你是夾嘅咯。แล้ว你是頭家車嘛是有肚，แล้ว你係淋湯嘅呢是？冇啦，啦我講啦打包，I mean if 多處嘢係，啦冇嘢係淡嘅嘢啦 ，just maybe 背啊是係咪？係有時是 sandwich or something。哦，John anyway 啦。Malaysia 當然咱在這發出有冇 straw 啦喂。對。喂 ，actually 我對其實2019是有冇 implement 嚟嘅。你冇。你就叫妹，你就嗌嚟講，你就會去改圖嚟嘅。straw 是 paper straw。是 paper straw，會 totally 冇啦。伊有嘅冇學，你 request 已經冇學。อันนี้จะKFC 冇咯，McDonald 冇。我就係 fast food 嘅啦，所以coffee bean 嘅 straw 都是用 rice 做嘅，所以我一時定嘅 crispy 嘅字眼。你有冇
你啉冷嘅水了 ，after a while 就係以前出門，可能就暖黏啊。特別好嘛，你講環保。有時兩啲 clubhouse 話咧，係 BDR 講嘅時候，然後我就是我車包裏邊一 set 嚟，有頭姜，有青芒，係啦，有度，佢會使開關，係啦，佢就嚟多啲邊有嘢。我是有時嚟出嘢。出邊，我有幾拿 set 咯，我有古早隻股隻哦。干那興度啊，別我度嘅咯，就有幾拿 set，無青就是無幾拿 set。伊下面就冇幾拿 set。無相嘅 bag 嘛，你知啦，你係做工嘅 bag，แล้ว travel 嘅 bag，แล้ว backpack。但係即係你度冇好用咯。就使你度架厝啊，是度 condo。度apartment 3間房，我一人住唔見我2間嘅寫燒。攞嚟 storeroom 啊！哇！要攞嚟 storeroom。對我係記是把刀啊，對邊個時我就去度架路啊。會使。我嘛是有你看我嘅 office 嘅海，伊是河鐵嘅。哦 ，straw 嚇，我有本我 back 有一個。然後嗰個頭姜。特別你 transparent 你有 background 是我看唔到。我可能看到你 disco 後背呢。等下，我 try to。我係係你是 telescope 嘅。我係 straw，所以冚嘅時候，一時隻地呢咯。แล้ว我接嘅時候，我會用時我翹起來，一邊就等起我 straw。所以我係頭姜哦，2種嘅 straw。這個咯，這我叫我翁叫我翁用。and then 這應該是 for tea 咯，這個你看伊有一坑嘅。哦，這成日鹽麻麻地，你食咧，你熟咧就得。啦，這是食得，對，這是你是不是叫鹽麻麻地啊？我冇清楚，因為last year 你 South American 嘅得。我 office 嘅club 要海，那 club 要海。所以我唔知伊啲歌後面面啦，但即係即係你使泡底，佢哋都要 filter 好用係你。所以個內即係好多寫，你 brush cleaner，好多寫你杜，唔是杜你 straw 掃草。所以我是 normally 是攞 office 用這個咯。我講叫掃草是掃工。掃草。掃草。straw。就是講掃草嘅啦。草工，哎呦，草工，掃草係啊，你啉水咪是掃草咯，你係冇嘅，就係講佢是叫掃草。你頂多是叫你頭講 straw 啦。我細漢嘅時候我講 straw 嘛，我你十幾歲冇嘅，就係講你唔記得叫掃草。掃草咧，掃草是普通人啉水咪叫掃草咯，你食你無把還是叫做掃工咯。我是呢件叫掃草。這是我啦。掃草是新嘛，掃工是較肥嘅嘛，肥，我是最講肥啊。Frappuccino 是掃工嚟嘅。係咪咯 ？Frappuccino 咪是水嚟。Frappuccino 是比較少生啊。blend。blended drink。ice blended。但我講就係肥啊，阿龍啦有，拉爬出來肥。就講肥。肥我唔係聽過就肥，你看啲一擺，咁你嚟肥。哎呦，是啊啦，冇人講嘅。之前 Vietnamese 嘅時候。我有講嘅話肥，就是講真係 can 咯。擺，擺男是擺，擺就擺。我講肥哦，是肥精。擺是大，擺㗎。擺是大咯。擺是大，擺咧擺人咗先啊。我講肥啊，講肥。擺個擺上 spelling。只擺嘅，只擺。哦，擺族。呢隻阿拉擺隻大條，自己叫做擺啊！冇啦，我是講擺就是隻大是叫做擺。冇啦，我是講擺，唔知是我唔知伊嚟嗰陣時係咪哦。我講擺本啊。擺。講呢個人。我咪講你double 咩？安怎double 咩？我係得真係夠 Q double 咩？
因為你唔頭尾就派叫伊掛下面嘅咧是算來嘅。對，迄個是 take away 咯，迄個一般是愛燒，一般會洗，伊咁運了點先，你在攞 Tupperware take away，但是掉咗油嘅時候，就派洗嘛，畢竟伊等到找辦法，會洗個正清氣，正。來加啫。油嚇 ，OK， 我等陣，如果我做我等陣看到。非常款的一家路子 tips 我知，等下嘛，燒，有咯係三分水咯，而家切，嚇咯，清氣。哦，所以有時講伊嘅油會掃到啲 tissue 裏面嚇。對，係啊，我媽都%啊，係看到你很時做嘅，特別咧，你家要一出做，死我清氣。喂，所以你裏面係一啲 tissue，แล้ว你係水咧係沙本嗰啲裏面一個嚟清。你切油，你用嘢時間前期伊喺你邊啊，咁啦，伊哋講會掉油有時那個係食食你過來嘅啊，你一時間掉你油嘅到底一胖一怪胖嘅時講，對嚇，伊洗個正清氣出來。講呢，如果伊特別愛講呢，伊講呢，哦，有時你掉油到去邊嘅，所以特登你用洗時個愛洗幾嗱擺喎，梗係清。我你呢話多我嗰時我就係講用 spy 嘅，我直頭電腦去 dishwasher， 嚇，我是 dishwasher， 你係膠嘅，係你kitchen wipe，但是你冚嘅過啦 ，shake 嘅你看 shake， 但是佢係多個 rinse 清。誒我浪在講那是講你物件小油嚟講啊，浪在講嚟就係啥米粉啊。一頭姜嘅米粉一熟嘅咧搖起來咯就，你嚟是講冇沙本啊，你冇是冇沙本嚟講係，你嚟是講你會洗物件，米粉呀，你就係隻米粉粿米粉啊，你嚟是冇嚟講係，你嘅米粉你會使你嚟是講你物件油啦，即係油到啲你 container 有一下，你嘅嚟三隻眼嘅米粉到啲。就啲嘢定明，你咧夾最長一頭錄個了嘢嘢油。哦，OK。炒米粉做嘅，炒米粉係款做。煮炒米粉啊！依個炒米粉有專款做嘅，依個粿記了嘅米粉啊。哈。擺嘅咧又嚟款做咯，嗱是將油嘅 plastic container。對嚇，我諗對啊，對就係我係麥教啊，我係麥是伊人迄個過鳥啊，紅教嘅過鳥。伊人個洗樣迄個啥個老人經嘅啊，然後伊人要洗樣嘅，因為煮物件就係大碗係咪物件咯？你要洗時伊人無濾買迄個濕粉啊，伊人是用米粉嚟，然後呢三起個嚟洗開清氣。免你完全你無濕粉做隻啊，你簡單用米粉每洗攝嘅物件。嗱，小得無小得我是唔知啊，是講迄油是會走去咯。會起來啦，油。伊所以油個咧去，我奇怪。了個有啊嘛，得個唔是干那燒之類呢，有一本正暑假看 Tupperware 去 shopping 嘅，但都無 miss， 但都要去看 Tupperware session。飯椅又好，飯椅又好，貴又好，但都不是愛看，但都有買嘅啦。我講IKEA 密針嘅了。有人是上個禮拜呢是一樣是。伊有一個 market， 這邊有一間店叫做storage container， 一個間店是俾 storage container 呢。你特別嘅了。錯你買去，哇！你買食氣啊，你買食氣啊，伊無插喺椅啊，個呢尖嘅凳啊，寫啊椅啊，咪冚咪個了啊，無像container 嗰種有嘅了。我買得去到食烘啊，嗬，是本是看特別，本是看 container， 哎呦！我發到古早有地嘅時候，發到教我買到講，你若是死啊，你特別位我甲你大落去，咁啦，你係病。特別別樣嘅。特別我講聽你container係，你唔是清楚試算愛燒就會燒。你 container 你特別往時特別 organize， 成個 OK。但係咱講讓燒嘅時候，隻用不了啊。我有一個。成個冇鐵拿呢，我一手管的話呢，一手拍一手的話呢，絲絲格格的鐵拿。我是喺度啲位 kitchen 入面，所以我要用嘅白色 container 我燒到下邊。但是講下邊滿呢，我就係較舊嘅啊，我就解下格起咯。
所以 always 是個一上隻storage box 嗰嗱，伊個掛呢，如果被燒，伊個掛它 by itself， 然後伊個村嘅迄個 container 如果佢塌起來，伊個未定位。你特別有迄個 skill 啊，無啊，伊就是咯，啊無你要吹一掛啦，唔知倒落啊！我甲你講，咱人這邊買一 container，個了 size 無相嘅嘛 ，even 伊是相同 shape，but then 伊無相 size 嘅。所以我是小個係我一個 match， 一個了相嘅我都係一 set， 我都係一 set。你 label 嘢做啊？你講 label 嘅。label 做咩？我用得特別興格了嘅嘛。你咪亂咗 label， 亂咗 label 你用。There's one way 就係咱嚟 container 係 take away 嘅嚇，啊啲有 logo 嘅嘛。哦。我看 even 伊 cover 冇係 logo， 所以你那是上 logo 嗰時會冚白白咧。對，我不想嚟做嘅。特別我是因為你在家是無相款嘅brand 嘅嘛，所以我就一按哦，這個是這個 logo， 這個是這個，我就下個水一個是，啊不，大家吹不乖。那營業不相關的嘛，營業。對。嗰時候譬如咱走嘅時候，咪講就是衫咧。衫褲。我較無，我有go through 咧是啲咩？嚟講兩衫。我背先嘅背咧運動嘅背啊，了我短T-shirt 咯，有短地褲咯。我冇有短啊 T-shirt。短啊是少，短是講買隻。冇稱貴嘅短啊。學辦意思喎，少是咩啊？咪短啊！你條領未試啊？啊，你 soft 條領係領嘅喎。冇呢塊領嘅啦。啲 organic 嘅嘢。你嘅短條領啊？organic 嘅背，誒，但我本是有我 OK， 我另外一項物件我無暑假就是。organic。我另外一項物件無暑假嘅是，我無暑假你就講我就無暑假想用。就問咗係咪冇啊料咧啊，所以我另外就咪嘅冇事解，我真正冇事解講我冇夠地殼稱，還是冇夠背，所以我到啲 Costco 後，我買隻隻我嘅背後，我背個地殼啦，我是特日話後，我在挪過節本免死本唔要緊嘅，特別說拍地有60條嘅地殼個60條嘅。背60箱嘅背，免我未了嘅。我一個節啦，本嚟講。我特別當我就好嘢，我硬是43個，我攰極個43個了嘛。所以我免想，我就 stress 喎43，我唔知咩事。我情然後我斷咧，我直頭冇死，我時我開起來，點解我是冇一時我死我記啊。然後你記啦。定到時然後 because 我其實唔是講記啦，我歹勢嘛。我冇死，我三隻蕉死嘛，所以我成攞佢隻死知道啊！嗰時我攰嘅 closet 變咗是63個了啊！你未得閒呢，實教我死咯。所以定到嘅時是一個死一個見嘅嘛。一當見教我死個了，所以我明講冇背啊上面啦。所以當見我個冇係 problem， 我定到嘅時成攞佢隻死知道啊生嘅。有我隻生咯。你食晒是咪是差唔多你借夠會有？攞節喂 weekend 咯，佢 weekend 是生日咯。你臭鼻咯！我個仔都話有 dryer 咯，但是冇 dryer 邊度要拍嘅嘛炒？我係 dryer 啦，有 dryer。我未喎，我只線是生日做咩事？真攞型嘅。你咪垃圾到咯見啊！死冇攞型節生。The whole idea. The whole idea. 我暑假節唔是啲我真正報應嘅時候，節愛快節我暑假節是暑假節 decor 呢，我暑假節我 decor，我係 decor。呢個舊話上我自家水嘅，咁咪好咯，冇想嘅 size 啦，下咁。哦，免拍衫，對，你嗰條拍哦，如果我死嘅，那時講我那時我在做咩活動見人有變做 nudist 啊，那時我那時講我自己洗衫嗰條一頭拍，我就變做 nudist 去啊哇，一頭買青衫買青褲，
我哋攞拍沙小晒。我攞沙甲地攞，甲你講iron沙，烏沙咧，哎呦，都家己一人表緊啊！對登沙啊，個啱嘅做更沙對，家己嘅沙啊，插邊款都講未？插邊款？我攞叫咁樣尋教者嘅沙出門往表緊。你冇我教咯，誒，我有一個活刀嗬，我有一個活刀嗬。我搬嚟新加坡4年幾啊啦嗬，我有活刀唔怕佢出嘅。誒，喂，你，我同你講，我變咗呢，我頂到唔是，我唔是頂到，我真係少隻件衫，隻件細衫，隻件紙衫，除咗地殼，我會我當今用咩用 steamer 較應用。佢嘛是啊，徛啲邊個哦，嘛是寫。Steamers 你個包嘅衫邊？你冇用啦，我講你買一個吼是 Panasonic 嘅是2,000幾嘅，一壓落去呢就搞掂啦，迄個。免咧，我甲你講會使吼，甲膠淡薄你清出去攞，會都骨起來。我對袂着迄關，我袂曉袂本，我袂本。時都真就拍嘅時，你要你擠時本擠水水就無你食。แล้ว你就你小心，我是嘛，水水。我是 dryer 烘大，我係啥，所以烘大了後咧嘢出來就袂掉啊。啊，是本啊，是本。會卡跌掉啦。有當時無往時下白糊嘅時啊，哇出來時嚼嚼，梗係梅菜呢嘢。你梅菜有當時，你點掉啊？你使點掉？你使下一個 dryer 嗬，然後下一條淡淡嘅轉油入去，然後佢再烹過，伊個對。誒，電愛類就，電愛類嘢就，電愛類對唔對？你喺 America 打緊出 dryer 啊，對。我是有 dryer，特別冇用嘅，我嚟叫你。Malaysia 電。特別 dryer，我一頭拍誒，有一種味啫。對，一頭拍嘅計好情嘅，好啥？一下garing嘅呢。garing，只 crisp，只 fresh。因為只一頭嘅味，唔知是一成間你食 ozone 嘅味 something 嘅啫。是 ozone 味，一種嘅味就對啦。ultraviolet 見過，ultraviolet 見過嚇。特別你來啥一頭拍誒衫，較會打很過dryer 打嘅衫。depends。你開嘅處理個開派咯。我會衫，你係下 gentle cycle。我係 dryer 一出來啦，伊有時嘢叫拿面所叫你。哦，你係下 gentle 嘅啦，咪係你做。即係個味道。你是稱 M size 都比 L size 都拍大嘅 One size down。你直接有人用 presser。喲。啊，對，你講到洗衫，我連迄個洗衫，迄個 detergent 啊，大啲毛啊，我不是有燉咯。然後我燉迄個包，就係講要 3 in 1包係落去安尼啦，要迄個 detergent，然後要迄個 softener，然後有一個胖胖嘅啦，伊是一粒包係落去呢。安尼是算燉咩？但係有用到嘅嘛？呢物件。我係買條大啲毛，買馬路啊，10罐很咯。喲。特別少嘛，你得到用嘅嘛，都未。他這是一個明智的消費者。即係衛青同埋都講咩是 presser。presser 一上啊，手刀呢？阿爺啦，或者一上佢哋佢哋 presser。唔用嘅，你用啊？我冇用，我是看過人用。係你是成個 industrial 嘅。嚇，食緊杜比。但係只 household 冇人用嘅，人講if you 會曉用啊，真正好用，只會嘅。哦，我是講我就講用杜比嘅，你可能咯，杜比嘅你有啥時間你看 press 咯。啊，是哦，我看人講那些啥講剪衫係咪唔驚嗬？只硬嘅嗰啥你 trouser 衫。剪衫冇嘅。係咪剪衫？係咪膠？啊，人講係 press 你 just press 落去呢，嗬個嘢。我係馬啊，你ข้อมูลอุดเองกันหรือเปล่า ลาบินซ่าบนอุดเลยหลังเดียวลาบินซ่าน่าอุดก่ะ
咪姑哥啊，咱正羅針正嘅咯就，喂，節針正啊，節針正，喂，9點幾9百路喎，講就估啊，我錄嘛，錄音節針正個執收佢哋，喂 record，羅針正嘢咯，你隻本羅哋一自己唔撳黑格，端會急唔撳黑格。咁咧，細小弟啊，我這個等講嘅平性啊，但我未記裝有來啊喎，所以咱看看。我不知道買 list 人嘅 guess 咩啊，使哦，我真係 stress 啊，講成個4散。係咯 ，man list 啦。man list 啦，講感謝大家嚟支持啊嚇 ，OK，thanks bye。OK， 耶，OK。點解是有人講？等我肯講話就點解我 try 一季節呢？我 try 一季節買 list 上面啊，人外啲寫嚟講，誒我特別看時我要吹下面 guess 有聽，要嚟吹我有 search 啊。我同你講啊，即係時候我真 stress 啊。我就 stress 啊！林晒你可能要 fans 啫嘛，唔係香港，我唔晒。我講壞啊，我咪聽咯。我 filter 啊 ，sort 啊，แล้ว時候，哎呀，我所以我就翻條 list 時你看啊，你人嘅講，哎呀，你冇 list 嚟，你啷講名啊？名啦，你接駁咪都淡薄 gas 呢？是哦，做個穿都滯哦，啊咩呢？好，當佢咩呢？好，我就買 list gas 啊 ，OK， 真成。你幫，你幾時你 hashtag 呢？你幫 keyword 呢咯，成講網購條下 recycle 下 reuse，成日幫曬抓，你有 hashtag 喺度 entry 啊嘛。我有寫 synopsis 嘅，特別我 synopsis 淡薄我寫特別，我寫 list gas，我 gas 寫 stressful 就 OK 咩呢 ？OK 我那是攰，那是我攰晒人嚟講，我都冇 list ，OK。我冇如果往正邊嘅學緊 podcast 啊。往這邊嘅攞嗰時暑假都咁棒嘅啫，我往暑假都咁棒嘅，我自己咁棒嘅，所以免講 credit 啊，連白一點咧都咁棒咧。OK， 講沒有一本教琴嘅。OK， 咱講咪試下咪，咁講冇咁正氣啊，就是 OK。感謝各位聽眾收聽這禮拜啊，感謝咱來個了我免講名啦，我梗係歡喜了 ，Oh my God， 成個變四散嘅話，了這邊Clubhouse 個人 ，Google 個人即 Google Clubhouse。有人冇名咧，咁咧有人。個人啦，肯定是第時個有幾個，佢哋兩個幾個告訴你有幾嚟啊？歸來啊！嚇條話就有David's Craft 我唔知是住嚟，佢 David's Craft 嚟出聲就哦，你嚟聽下歌啊，佢冇出聲就就到啲即位。I think 是想 maybe 是想嚟聽啊，是唔是？唔知喎 David's Craft，OK 啊是廣告嚟 ，David's Craft 我教老師啦，我 invoice 我肯定 David's Craft。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講嘅節目成啊，禮拜兩啦，再見嘅，拜拜。會講數咪走個，大啲玩 Clubhouse咪走。哎呀，我未記，唔是嗰個到啲 Clubhouse 唔是 Hangout 下邊嘅部 Google shit YouTube 下邊即是第禮拜。定住你快冇看到 episode 到這邊點看點聽下，這邊 subscribe 啦。哎呀，別記講一個人講嘅那是讓 enjoy 嚟講，聽下阿妹嚟講下，但係 like 一下，你可以較濟人會看到，邊個學見到，佢吹到邊個學見咧，一啲買 T-shirt，成日我一條 T-shirt 嚇攞嚟就去入邊，嗰日嗰穿嗰日條特別我就會清我回去。感謝各位聽眾收聽，禮拜再見，拜。